我们常常用千锤百炼形容做事的难度，但紫砂镶嵌更难，只因千锤是跟在百炼后边的。陶土烧结，形成脆壳；铁锤击打，压迫银丝嵌入沟槽。本已湿水酥脆的紫砂表面，刚遭了刻刀一轮刮骨削皮，这时铁锤又来敲了。这一步骤，即便是顶尖高手，也不敢大声出气。但这正是紫砂镶嵌的魅力。东西做的不顶，砸的是师门招牌。鲍厢在父亲技艺的基础上，加入了属于自己的新感觉。我父亲那时候嵌的呢，和壶身基本上是打磨平的。我现在呢，把银丝留住一点，有一个面在上面，那种立体感更饱满。但正如赌注下的越多，人越揪心。一路绿灯的工序，不禁让人担心最后一根银丝会崩开一团沙粒的脆响。